送俾大家，今次認真插。Let's go！ 有啲緊張。回想當天半島，忽然發現到肌肉軟，佢問我點算，然後我話我不怕選錯。從 check in 的那天收埋兩盒半肌肉軟，我問晒點算，然後接將我反轉，冇用 condom， 請你別每日含爆我，今次換我入戲好嗎？今次認真查不理會碌夠大個，落幾壞一錯，只要做到下半生與含笑一戰。And I mean it， 今次認真查不理會啲眼光，黃豆服務講出有感覺。就如菊花拖了奶頭撐起，分鐘嘅活躍機。呀呀呀！有 feel， 就咁啦，收工，嗰架。